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Vicky，而家嚟到新寶城嘅3座嘅 F 單位，實面積係561乘3房，我哋一齊睇下先。呢個單位嘅賣點屬於大方廳嘅開積，擺放大型嘅家私絕對冇難度。4方形嘅大廚房，有埋裝修，空間闊落。客廳坐向西南，樓景為主。而家嚟睡房睇下，行到盡頭係主人房，業主做咗地台床嘅設計，放咗高身嘅床褥，遠望日出康城嘅海景。第二間睡房呈長方形嘅開積。兩間睡房望出去景觀一致，坐向東南。第三間睡房面積較為細啲，業主做咗衣帽間，浴室設有窗戶，原有嘅浴缸改成淋浴間，方便打理。計算啦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我啦。我哋下邊再見，拜拜。